Hello，大家好，晚安。晚安。今天我们有2个老师哦，还有一个是林老师，林老师挥手节了，谢谢林老师。接起杜老师，杜老师，哎，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那个一直在后台帮助我们的杜老师，终于现身了哈。接下来我们的台语一周学一句台语这个课程呢，我们希望可以做100集哦，所以我们要请2位老师轮流在这个现场教我们哈。那我们今天先请我们的林老师，哎，要不要介绍一下？请那个林老师跟我们很熟哈，那个杜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简短介绍一下。大家平安吼！我姓杜，我叫杜基信。我是2002年开始罗马语，我伫2008年通过这个台南上院的台语鉴定，一直到现在以上。哇，很厉害哈、哦！老师那个台语检定，哎，这个是几集啊？台语检定有几集？阮较早咱就无分吧，较早无分几级嘛。好，所以老师那个很久了哈，致力于台文研究。来感谢上个礼拜哈，我们很多人来帮我们按赞宣传哈。那所以我们呢就继续应观众要求，我们继续呢要来读圣经，然后读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来学台语哦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请杜老师，好，谢谢杜老师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稍微看一下哈，我说的苦情人生的告白，大家有看到这个图吗？一个人，然后有2个妻子，然后呢很多的羊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哈？这个人叫做雅各。那等一下呢，老师也会跟我们介绍这个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苦情人生哈？为什么会安呢？好，请老师来说一下他的人生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好，对，咱对这张图来看吼，我今日要讲的这个人叫雅各啦。其实咱大家拢知影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，大家拢知。对，以色列以色列大家拢知影，但是以色列其实是一个人的人名，后来变做一个国家的名。这个人的人名，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伊原底伊的名叫做雅各。雅各，后来改名叫以色列。为什么要改名？为什么伊变成以色列国家的开始？就是讲，以色列就是对伊的12个囝，叫做12个支派，组立成做一个以色列国家。那这个雅各呢，咱今摆要来介绍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这个人，伊一世人所做的代志，实在是咱看到拢真无好势，拢真艰苦啊！今仔日因为有一段话，伫大家圣经内底讲了，我真爱看因为讲甲足顺，足有台语的感觉。因为咱台语毋是讲干那每一字拢会晓发音就好，毋是安尼，那个有迄个语感，就是讲你听出来，随听就感觉讲，这就是台湾人咧讲的台语嘛，迄毋是外国人讲的嘛，就是一款足顺的语腔，听着足爽快的款语感，就是语感。对，开始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以色列，其实它以前是叫雅各，对不？对，现在以色列很厉害哈，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很多全世界最厉害的科技、最先进的科技，现在都是由以色列发明的哈。所以呢，
这个图是在说什么呢？这个图吼是在讲第一，就是讲，雅各吼是甲恁兄哥两个是相生啊啦。毋过伊用足无好诶手段，用一碗红豆仔汤来骗因兄哥，甲迄个大囝诶命运甲抢过来，所以伊惊因兄哥甲伊杀，所以因妈妈伊诶老母吼入别家，就叫伊讲你去。阮后头厝，因后头就是伫荷兰啦，荷兰是伫就是加南地诶另外一个国家，叫伊爱走去遐觅，因为因哥是一个足有力诶，伊有法度人家杀死啊，所以就走啊。第一条线有写伊第一条红线向北走吼，迄条雅各离开伊诶因厝。单独一个人，就一直走去因母舅遐，去投靠伊个母舅啊。啊，到母舅伊母舅伫荷兰嘛吼，就伫遐生活，就到荷兰。啊，荷兰以后，伊看到因迄母舅个查某囝真水，伊看到就足介意，啊，就讲要带伊做某，啊，就甲母舅讲你立结，恁查某囝嫁互我做某，啊，我甲你做适当诶。工拢毋免工钱，啊，因母舅就讲安尼好，啊，就拢真欢喜，7天真紧就过去。到要结婚的时阵，因迄阵无电话吧，啊，结婚啊到结婚了，结婚伊结婚哦，第2日天光，甲发现讲我娶即个某毋对诶，我是爱小妹。对，因为以前的人结婚前不可以看对方，对吗？就是袂使看到迄个新娘的面貌，所以唔知影娶到啥人吼。是哩啊，就是伊的大姊，是伊要爱迄个人的，迄个查某囡仔大姊。啊，伊就当然伊就足无欢喜啊，足失望的，就去甲因母舅理论，讲我要爱是立结，啊，你哪会往即个嫁互我？啊，因母舅就甲伊讲，因为阮遮有一个例啦，阮即个例是讲，若大汉的还未嫁翁，细汉的就袂使嫁。哦大汉的大姊的还未嫁，细汉的是要安怎嫁互你的？啊，讲若无好啊，你若要真正要爱第二，安尼无要紧啊。你搁为我工作7天，啊，第二后来嫁互你嘛？啊。咱国就讲啊好啊，就是安尼决定啊，两个人就安尼讲定啊，安尼两个7天佮加7天就14天，14天伫遐做白工啊，当然伊就得到两个某。啊，后来呢，伊要搁想讲，伊要得到羊群，哦，伊个要顾真侪羊群，伊要得到羊群，伊讲啊，那安尼我搁甲你做6天。啊！你个羊啊，你个羊群内底因为有足少，迄有斑点诶，就讲有白诶，有惨乌诶，有斑点诶，迄款羊啊，数量真少。讲你迄有斑点诶羊啊，互我6天，我甲你工作6天，毋免工作。啊，伊要舅就答应，讲安尼好，就安尼决定了后，就伫遐工作6天。啊，后来6天到，伊就甲伊个。两个某啊，甲遐查某囡仔啊，甲遐仆人啊，拢咧带咧就走，就离开。为什么要离开呢？咱对伊所讲诶话，就知影讲，伊伫遐日子，因诶母舅有甲伊安怎改变伊诶工钱，就是安怎甲伊欺骗。伊知影讲，伊若无安尼走，恐惊伊是空手倒转去，所以伊就走啦。然后就咱看迄张图哦，就开始走。你回到那个地图。哦，走去对。哦，你看，就向荷兰20天后就走出来后，对荷兰顶悬最北边看袂到个哇，对遐就走出来，哦，伫遐。伊一直走，伊带伊规家伙吼，一直走来到米斯巴，米斯巴的所在，已经第3日，走到遮已经第3日。但是第3日，伊个母舅知影讲讲已经走啊，所以就带一群人追过来。伊拢总追来到遮是追
第五日，第五日才对着啦。当然，伊毋是对，伊知影要嘿，伊3日的时阵，伊无顾知影讲伊就已经都走去啊。啊，要顾甲对出来到第5日，甲入去18个所在对着，啊对着以后，当然着瞧看伊有偷摕物件无，啊，先甲伊毋免讲着走，是像我甲伊就伫遐不服，就讲伊坦白甲伊讲我吼是有够，我的手有够能力甲你害死拢无问题，就是讲要甲你害死无啥物问题，毋过因为你的上帝，你所敬拜的上帝，昨暝有甲我警告讲对我袂使甲你讲啥物，无论好事歹事拢袂使讲，我甲会当安尼，但是咱讲的伫遮，计找无，因为伊的样仔拢总有斑点，无啥物问题。所以就好胆家己要讲以下的话，伊讲的话即段话就是我今仔日的重点，我要读互恁听。就是圣经内底31章创世纪31章38到40节，到42节啦咱看38节。38节伊讲我伫遮我甲你住近20年，拢总20年你的绵羊母甲山羊母毋捌落老体。这你羊群中的羊羔，我毋捌食。羊羔是啥物？羊羔就是公羊，就是上好诶，上界养成上好诶羊啊！迄款我拢无食，就拢无。羊羔，公羊跟羊羔，母羊，国语讲母羊，叫做羊母。电脑边讲，你也知影羊母。母羊你袂使讲母羊。爱讲羊母，电脑边公羊讲羊羔，但是爱讲羊羔，毋是羊羔。我爱电脑边讲我毋捌食这第一节伊就来表明讲，我伫遐是安尼甲你做你的工拢毋捌食你好的物件。第9节你讲，互野受伤害的羊，我无带来互你。拢是我家己背迄个宿业，无论你是互人偷，还是暗时互人偷，你拢对我讨赔。很可怜羊群有遐受对，受伤的羊还要自己赔，然后被野兽吃掉还要自己，怎么自己赔啊？他的羊不是都是那个秀秀的羊？应该因有一款讲法，咱是迄个。较细诶问题咱遮毋知影，但是有讲啥物样属你诶，啥物样是我诶，伊甲伊诶母句有讲有契约啦，所以后来伊毋知会当带一群羊仔出去，迄群羊仔就是伊诶啊，所以契约对。第40节我日时日拍。每时互算动，拢袂顾得困。我定是安尼。这句话内底对，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迄种比如讲最后一个我日时日拍。每时互算动。每时互算动。算动来，拢袂顾得困。拢袂顾得困。我定是安尼，定是安尼。我定是安尼。你来看圣经也讲，我常常是这样。我常常是这样，你嘛翻做台语的，我常常是这样。你若毋是用台语思考，你就袂晓讲我定是安尼。你若是用台语思考，你就袂晓讲我日时日拍，每时算动。所以即款台语的语感就是安尼出来。所以讲，咱爱学台语，毋是干那学伊的发音尔定，是爱知影讲伊是安怎讲才会水。来后面一张咱个继续看遐安怎个别你家己我这20年，伊伫遐多少？伫恁兜，
为着你两个查某囝，甲你做工14年，一个7年，一个7年是14年嘛吼。为要得到你的羊群，甲你做工6年，啊，你10摆改换我的工钱。这个也太狠了吧！这个舅舅，他做了14年工，然后又6年，然后10次改工钱，应该是越改越不好吧？哦。对啊，就是一直甲改讲安尼哦，安尼伤俗啊，安尼对你伤帮你，就讲伤俗啊，去改。他的女儿还在他手上哈，不重要这样。哦，你女儿看不重要。哦，伊只讲了真水哦，啊，第42节，我若毋是我的爸的上帝，伊的爸就是以撒嘛，来我的爸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佫是以撒所敬畏的，哦，所敬畏就是敬畏的，敬畏，就是又害怕又畏惧的那个上帝。哦，敬畏上帝啊！敬畏也是敬畏的，哦，拢会使哦。甲我伫咧，你担稳当，互我空手倒转去。哦，你担，即有那是爱用台语思考来讲话，你袂使用国语思考啊，翻做台语，那安尼你就无你担即款的事，你讲袂出来。你担稳当，互我空手倒转去。上帝看见我的苦情，甲我的落落，才伫昨暝责备你。因为伊的母牛甲伊讲，我本来我是要害你哦，因为你的上帝给我警告，我甲今日好好甲你讲话哦。然后伊甲讲即句话哦，讲即段话，我即段话就用出来互你看，讲咱就知影讲雅各。伫即个20年，伫个母牛遐，实在是受尽拖磨，互人甲伊骗，伊敢若骗你兄哥一届尔，伫这互人骗出一届，欺骗别人的后果，可以吗？骗人1碗红豆汤，然后被骗20年。这是雅各啦。毋过咱知影雅各哦，雅各本地意思叫做雅各，就是讲。雅各的希伯来意思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讲掠，就是人拢要掠，人拢要得到。伊后来伊到伫咱倒转来迄张图好啦，你啊倒转来迄张地图，因为迄张地图会咱看伫伊所行的代志。哦，他从这边逃。咱注意，咱走到迄个亚伯河口要渡。你看，伊甲伊的母牛讲遐话以后，就米斯巴以后，第2条啦，红色第2条。米斯巴。以后伊继续行到马哈念，就是要渡迄条河的时阵哦，伊听到这个消息，就讲伊的兄哥已經知影，講伊要倒轉來，所以伊的兄哥有帶4擺啦。4擺人嘛，有帶4擺人要來甲贏子，但伊毋知影是要來拍來甲刣，還是要來創啥？雅各足驚，因為伊本來是驚伊兄哥甲刣甲偷走，所以要倒轉來伊。頭後壁伊的母牛對伊足歹，伊足少年，伊要倒轉去伊的厝，伊要倒轉的時拄着因兄哥毋知甲伊刣唄，伊佫帶4擺人來，一聲無走頭無路來，是足艱苦，所以伊足小心，就甲伊的某囝攏先安排互過河，足濟伊所有樣攏當作禮物要送因兄哥，甲伊講好話，甲伊安那甲伊因兄哥會歡喜，伊家己一個人留佇，也未撩過溪啦，也未渡過迄條河，但是有一個天使來甲伊相應。對，跟天使摔跤也很有名的故事。這個真重要的一個所在哦，因為一直到天曝光，就是天麻木啊光的時陣，迄個天使雅各一直甲掠條，伊講你若無甲我祝福，絕對無當你走。結果呢，雅各得到迄個天使來祝福，對，
抓对了哈，抓对伊抓着上帝，伊抓着上帝。伊安怎抓呢？伊宁可讲伊的骹摆骹都无要紧，所以伊的骹紧就断去啊，就变摆骹，伫遐就变摆骹。啊，所以以色列是啥物意思呢？伊迄个天使甲伊讲，你无过叫雅各，你以后改名叫做以色列。啊，以色列改名以色列，以色列伫迄来意思是讲，甲上帝三甲伫咧，就会胜利。是讲甲上帝做伙建一个胜利，迄个意思啦。跟上帝一起战就会得胜。你打仗跟上帝一起来讲，你甲上帝做伙相战，你就会得胜，就迄个意思啦。所以咱看一个例吼，林肯总统讲一句话咧，我会直接来讲起哦，就是即款的例。林肯总统伫南北战争，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阵。有人问伊讲啊，你是北边的总统啊，南边的领袖祈祷讲上帝帮助因爱战赢，啊，你北边的人讲上帝帮助恁北边战赢，那安尼是要听谁的咧？听北边啊，南边的。对。啊，林肯要哪回答？伊讲我无求我会当胜利，我干那求我会当徛伫上帝迄边就好。他们即款的话回答，咱就知影为什么以色列吼以色列啊，以色列即个名含义是啥物？就是讲你甲上帝做伙敌咧，就要战赢。咱今仔日上课到遮就好啊。到遮所以老师爱读一摆那个困难版的哦。雅各在哈兰的生活。咱日文会当看人诶故事。来看台湾字哦，台湾字本来是安尼写诶，后来呢，大家拢无去读台湾字，所以变做换中国字啦。即摆就对中国字要慢慢个变做台湾字，所以我即摆来读这正港诶台湾字哦。我甲你住这20年，你诶绵羊母、山羊母毋捌有老体，你养群中的羊港，我毋捌食；互野受伤害的羊，我无带来互你，拢是我家己背迄个宿业。无论日时互人偷，还是暗时互人偷，你拢对我讨赔。第40节，我日时互日晒，暝时互霜冻，拢袂搁伫困。我定定是安尼。我这20年伫恁兜，为着你2个查某囝，甲你做工14年，为着要得到你的羊群，甲你做工6年，你10摆改换我的工钱。第42节，若毋是有我的爸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。佫是以撒行为的，甲我伫咧，你当运动，互我空手倒转去。上帝看见我的苦情，甲我的落落，才伫3暝责备你。好，所以我们呢，今仔一定爱会晓讲的即句叫做“你是互你拍，你是互你拍。”每时互霜冻，拢袂过得困。我定定是安尼。我定定是安尼，我这我会晓，我定定是安尼。大家回去重看，然后继续练习。多谢老师，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见。晚上7点AM 7点，后礼拜一再会，空中再会。阮这是8点哦。台湾8点。伫台湾是8点。好，多谢，好，安尼，爱讲啥物啊？爱讲，再会，还是讲再会吗？顺行。平安。